特别伫这2天，咱看见天气开始有变化，特别这几天的天气较寒，嘛真正互咱有感觉圣诞节要到啊。无伫前几礼拜，才安尼的天气，佫亲像热天共款，一点都无要过圣诞节的气氛。但是，望咱的兄弟姊妹伫这款的天气，嘛爱好好来保护咱的好好保护咱家己，嘛爱穿好烧，莫感冒。也愿上帝的平安，愿上帝的喜乐，伫这个圣诞的节期，甲咱大家三甲伫地，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阮搁一摆恭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伫遮敬拜学了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今仔早起时，搁一摆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，拍开阮的心，也拍开阮的耳孔。透过圣经的奥义，搁一摆对阮来讲话，也求主帮助阮。虽望天气寒冷，但是互阮的内心是火热的，对你的话火热，对主你的信息火热。互阮伫早起时的敬拜，对头到尾，拢会当感受到主你真正甲阮三甲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咱所看的这个圣经节，其实对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是非常的了解，因为逐工咱咧过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拢会看到遮的圣诞节的故事，也是圣诞节的经文。特别今咱所看的这段的经文，记载伫耶稣要出世进前，天使去找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的故事。其实，当咱看这段的圣经的时，咱会先了解，为旧约的结束到伫新约的开始。经过了400冬，上帝拢无透过任何的方式对遮的以色列人讲话，所以一直咧期待，嘛咧等待旧约的先知咧讲的这个弥赛亚，啥物时阵会出现？所以一直等，经过了400冬，亲像上帝将家己藏起来一样，因一直咧等待，毋知要等偌久，只有留着先知的一寡所讲的话。伫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。先知以赛亚伊讲，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有一个少年的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除了这个以赛亚先知讲的这个话以外，其实嘛有侪先知一直咧讲，有一个弥赛亚，有一个对犹太人来讲，一个因的望有一天会临到，只是因一直咧等。毋知啥物时阵，因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才会出现。所以今仔咱所看的经文，其实当咱看圣经的记载，不只是路加福音，当咱看马太福音的时，伊嘛有记载耶稣出世进前发生的代志。但是当咱看马太福音一开始所记载，伊所记载的角度，伊是为约瑟的角度。当时当咱看马太福音的时，咱看见玛利亚已经有身啊。所以天使伫梦中甲约瑟讲：“你着爱娶玛利亚。”但是，着路加福音的角度，伊是为玛利亚的角度咧出发，无讲到天使伫梦中甲约瑟讲话的这个故事。所以，咱今要透过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为玛利亚的角度，咱做伙来思考，那么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语安怎伫对人讲话。拄仔讲，经过400冬遮长的时间。因一直咧等待，毋知啥物时阵，因所期待这个弥赛亚才会出现。忽然间，天使出现，甲玛利亚讲有一个婴仔要出世。但是这个忽然间出现的这个礼物，毋那真做是咱人类的救主，其实嘛，互玛利亚可能原本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性命，有一个真大的转变。虽然咱每一摆看到耶稣降生的故事，也是看到演戏的时，拢看到耶稣降生是一个非常一个温暖的一个故事。但是实际上，当咱认真来看圣经在讲，耶稣要出世的时，其实互足侪人着惊。耶稣出世的时，足侪人惊着啊，啥惊着？玛利亚惊着啊。伊讲，拄咱读圣经，伊讲我着未嫁互人，但是我已经怀孕啊。玛利亚讲：“哇，着惊！天使阁出现，伊嘛着惊。约瑟伊嘛着惊，伊嘛在想若是安尼，要偷偷将玛利亚这个婚约来解除。
其实咱看圣经内面，今仔无看到希律王，伊嘛足惊的。伊听到有一个新的王要来，伊惊伊的地位会受到较大的挑战，所以就下令将这婴仔拢杀死。咱看伫这个旷野过羊的，伊嘛着惊，伊无看过遮多的天使出现伫伊面前，佮含因讲话。所以当咱想想，耶稣来到咱的性命，也是耶稣出现的时，真正拢是互咱感觉非常的平安，也是非常的喜乐嘛。其实当咱看圣经遮的人物，因的心情毋是安尼呢。当天使讲遮个好消息，也是因知讲耶稣要来的时，因其实内心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。其实咱想咱的性命，有时阵耶稣来到伫咱的性命的时，敢若时机嘛无啥对。有时阵嘛，互咱感觉非常的焦虑。哪会是伫即个时刻，耶稣进入伫我的心？哪会是伫即个时刻，互我的信仰拄着考验？哪会是伫我人生行了上顺利的时阵，互我跋一倒？其实咱认真来思考咱的人生，咱过去信仰的经验，耶稣来到咱的性命，要来改变咱的性命的时，真正拢是汉尼款的喜乐，也是汉尼款的平安嘛？还是亲像遮圣经的人物，虽然一开始有惊吓，但是最后经历着耶稣到伫性命迄种真实的平安甲喜乐。咱今日要透过玛利亚的故事，咱嘛做伙来看伊的性命。到底耶稣来到伫咱的性命，也是咱搁一届，逐工咧过圣诞节的时阵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惊吓的代志，也是互咱感觉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代志。第一个要和大家来做伙分享的是，伫性命的条件的内面，伫这个挣扎内面，搁一届去找求着方向。咱拄仔所看的经文一开始所记载，天使到伫玛利亚遐，对伊讲一项代志，讲平安。你是正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家己同在。但是玛利亚听到这话，非常的不安，心内一直在想，这个清安是虾米款意思？哇！你看天使对伊讲平安，但是玛利亚的内心却是非常的无平安。天使讲你是有福气的。但是玛利亚在想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甲我讲我是平安的，我是有福气的，玛利亚无法度了解。对玛利亚来讲，这是一个好消息吗？天使甲伊讲愿你平安，但玛利亚的反应是啥？哇，着惊！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，无讲哇，我嘛足平安的，我足欢喜的。伊看到天使出现，甲伊讲这句话，伊第一个反应是着惊。然后天使，咱看后边经文，天使甲讲。你要怀孕，但是玛利亚反应讲啥？我还袂嫁人呢，哪有这款的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？所以咱看起玛利亚伊的心态是啥？伊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心态是，伊内心非常的挣扎。伊毋知忽然间面对天使的出现，面对这款的话，伊毋知要安怎反应。所以第一，伊所做的只会当惊吓，毋知要安怎。其实咱先了解玛利亚，伊其实内心真正有侪的惊吓，伊嘛有足侪的困难。第一个就是咱所讲，天使忽然间出来。我想，任何人可能伫厝，你可能伫厝一项的时阵，忽然间天使为你的门口，为你的窗仔门突然行入来，咱嘛拢会惊到对无？咱嘛无看过嘛，所以咱想玛利亚着惊，这应该的。这咱想应该是。非常的合理，对无？忽然间一个天使走，忽然间飞出来，所以玛利亚着惊，这敢若是合理的。但是玛利亚伊嘛无共款的着惊，是因为伫摩西的律法规定，若是一个还未出嫁的女子，若是伫这个出嫁之前就有身啊，因的律法的规定爱摕石头甲钉死。咱会知伫圣经内面在讲。这个在色女也是遮个童女，因的岁数大概拢是差不多12岁、13岁尔。所以你想想玛利亚迄个时阵，就亲像即卖国中生共款。你想一个即卖的国中生，伊听到讲我要怀孕，哇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代志，而且是可能无法度想象的，而且佫会面对着这款的处罚。
所以对伊来讲，伊的内心有足大的挣扎，而且伊可能嘛有烦恼约瑟安怎看伊，伊可能嘛烦恼伊厝内人安怎看伊，伊身躯边遮个装饰伊的朋友安怎看伊。所以玛利亚当听到遮个话，咱爱先了解，其实是真合理的，其实是真合理的。伊所拄到遮个意外，是超出伊原本人生所规划的。伊原本规划可能就是和约瑟订婚，了后做伙结婚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就安尼过一个非常平凡的生活。但是伊却无想到，是经历到遮大的转变，经历到遮大的一个改变。其实，咱的基督徒的性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性命的特质。咱常讲基督徒有性命的特质，就是喜乐、有平安、有愿望。但是其实佫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，这个词看起来较负面淡薄啊。但是这是实际发生伫咱的性命，就是咱的性命拢不断地挣扎，咱的性命拢不断地挣扎。特别是咱的人生原本有家己所计划的代志，原本咱有原本所安排的无共款的计划，但是忽然间的意外来到的时，咱的内心就开始挣扎，应该安怎做才对？应该安怎行才对？做这项代志敢是上帝爱我做的？做这项代志到底敢有上帝旨意伫内面？其实咱回想咱的生命，足侪时刻。甚至是即马，这个是你嘛为着可能某一项代志，你即马伫挣扎。这是咱生命的特质，其实嘛是人生的软弱。有一本册，伊叫做《我挣扎，但是我成长》。这个作者内面伊写入一句话，伊讲咱属灵的生命是通过内心的挣扎来形成。这个挣扎不但会当帮助咱开始有成熟，而且会当来思考咱的信仰，嘛是互咱来找求上帝的道路。这本册作者伊讲，咱属灵的生命，确实要经过一寡的挣扎，咱才有法度好好去思考上帝伫咱的生命的计划是啥。上帝爱咱引带咱的道路是要为对去。所以，当玛利亚在挣扎的时阵，其实伊嘛在找求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？上帝到底伫这个时阵出现的时，这个意外出现的时，要对伊讲什么话？所以，伫这个生命的挣扎，特别是咱伫教会这个团体内面，咱更较需要耶稣，更较需要上帝的话，也更较需要团契的生活。互咱伫面对生命的挣扎，互咱袂惊。因为咱知，咱有送通挖去。特别伫教会内面，每一项拢有无共款生命所拄着的问题，可能是你的家庭的问题、你经济的问题、你事业的问题、你个人的问题，咱可能拢伫这个挣扎内面，咱拢咧找求一个方向。但是上好的方式，就是到伫教会内面，和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做伙。伫这个挣扎内面，做伙找求上帝的心意，做伙祈祷，彼此祝福，看见上帝放伫你生命当中的心意，嘛搁一摆来思考，嘛搁一摆来想，伫这个时刻，伫这个代志出现的时，生命当中忽然间出现的礼物。有时阵咱拢认为生命中的意外，就是歹的代志。超出我原本所计划的代志，就是歹的代志。但是当这个代志慢慢经过，也是慢慢透过上帝帮助的时，咱会发现这是互咱成长的一个方法。这嘛是互咱个信仰搁较坚定的一个方法。咱有生命的挣扎，但是因为安尼，咱搁较需要上帝的话，也需要团契生活，互咱袂惊吓。嘛，伫这个过程，咱会当搁较了解，咱会当来挖靠啥。第二点，大家分享的是，虽然伫生命内面有足侪互咱意料想袂到的，但是伫领受的内面，就得到祝福。所来经文提醒对玛利亚讲，
玛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要甲伊的名叫做耶稣。所以玛利亚一开始的反应是哇，着惊哇，这代志哪会发生伫我的身上啊？但是天使甲讲，玛利亚毋免惊，而且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看见天使甲玛利亚讲两项代志。天使甲玛利亚讲第一项代志，甲讲毋免惊。伊甲讲毋免惊。第一项代志，天使甲讲，玛利亚，你已经得到上帝的祝福啊。天使毋是甲讲，玛利亚，你回应才得到祝福。上帝是甲讲，玛利亚，伫这项代志，你已经得到祝福啊。代表天使在讲啥？除了甲鼓励讲玛利亚莫惊，有上帝在甲你引带。第二项代志，天使嘛在甲玛利亚讲，其实伫这款的代志，你所拄到的这个代志，上帝已经替你准备好啊！上帝已经替你放落伊的恩典，丰盛的恩典伫你的生命内面。其实上帝有时阵要互咱行你一个得到福气的道路。我相信上帝是愿意祝福予咱的上帝，但是这个道路无的确是咱所选择的方式，无的确这个道路，无的确这个方式是咱感觉是好的。但是拄仔天使甲玛利亚讲一项代志，讲毋免惊。其实咱当咱咧看圣经的时，常常看到圣经就出现一句话叫做毋免惊，也是无得惊。圣经不断地甲咱提醒，是啊，咱生命有足侪互咱感觉惊吓的代志，有互咱有足侪挣扎的时刻。但是圣经嘛甲咱提醒，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已经祝福予咱啊。虽讲这个方式可能和咱想象的无共款，虽讲这个方式和咱所原本计划的无共。但是上帝已经伫咱未来要所行的每一个道路，已经束缚伫内面。当旧约的这个亚伯兰，当伊年老的时阵，上帝忽然间嘛甲伊呼召，上帝嘛忽然间对伊讲话。伫创世记12章的第1节到第5节，特别记载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故事。上帝甲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所在。”咱会知当时亚伯兰已经年岁非常大，伊住伫原本的所在，可能嘛住真久啊。但是忽然间，上帝讲：“你爱去别个所在，离开原本你所住的所在，要去到另外一个所在，我要祝福互你。”但是咱看见这个故事的后面。亚伯兰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带领，上帝嘛将以后伊要得到的福气，要享受互伊一切恩典，拢甲伊讲。所以亚伯兰就愿意行着迄个道路，亚伯兰就行迄个上帝爱伊去的。有时阵上帝要互咱的道路，和咱所计划的无共，和咱所规划的无共。但是，当咱愿意伫这个回应中，伫这个领受中，咱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伫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16节，圣经咧记载，伊讲：毋是恁竞选阮，是我竞选恁，佮任命恁去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啥物，伊会互恁。圣经嘛非常清楚的记载，毋是咱咧敬上帝，是上帝咧敬咱。而且伊竞选咱是互咱要去结果子。这结果子嘛是互咱的生命会当结果子，互咱生命会当成长。当咱愿意互上帝竞选的时阵，当咱愿意行上帝爱咱行的道路的时，咱就伫这个领受中得到上大的祝福。咱拄所看的经文继续讲，伫路加福音第1章35节，天使对伊讲：圣神要临到你，至关上帝的权能要庇荫你，因为安尼，这个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，人会称呼伊做
上帝的囝。所以当天使继续甲玛利亚讲这话的时，伊对我讲毋免惊，上帝已经赐互恁以外，嘛甲伊讲，圣神要临到伫你，你要怀孕的这个囝是耶稣基督，是圣的，人要称作是上帝的囝。这条道路可能无较好行，但是是上帝所赐福的道路。咱可能有看过一部福音的电影，叫做《上帝的囝》。这个《上帝的囝》这部电影，伊最后的片尾曲的歌，伊叫做用中文翻译，伊讲：玛利亚，你敢知？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伊的歌词讲：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你的囝有一天要行伫水面。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你的婴仔有一天是要来拯救咱的儿女？你敢知你的婴仔是要更新你的性命来诞生的吗？你所生的这个囝嘛会真紧，互你搁一届顶头生。玛利亚，你敢知你这个婴仔会当互青迷看，会当来看见？玛利亚，你敢知你这个婴仔会当用伊的手来互风暴来停止？你敢知你的婴仔有行过天使捌行过的所在？当你浸你的囡仔的时，你嘛浸着上帝的面。青面要得到看见，臭耳要得到听见，死人会当搁活，摆骹的要搁一届会当通跳，下狗的会当讲话，落来学了圣羊羔。玛利亚，你敢知你的婴仔是创造万有的主吗？玛利亚，你敢知你的婴仔有一天要掌权世界吗？你知你的婴仔是天国圣洁的羊羔吗？你怀中的婴仔是伟大全能的上帝。咱看见这个歌词，咱搁来回想拄仔咱所看天使对玛利亚所讲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足大的祝福，这是一个真大的福气。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你敢知这个婴仔，伊要成做是一个大权能的上帝？玛利亚，你敢知你手中的这个婴仔，你所怀孕的这个婴仔，是要来有医治的能力，要来改变人的性命，嘛要改变你的性命。所以咱看见，当伊领受的时阵，这个祝福就到伫伊的身上。当伊领受的时阵，这个祝福嘛不止伫伊的身上，嘛伫伊四周围的人。玛利亚虽然非常出伊的意外，为什么上帝伫伊的生命有这款的计划？但是伊悠然接受这款的拣选，因为伊知毋是家己去承受尔，圣神甲伊三甲伫地，上帝甲伊三甲伫地，甲伊讲毋免惊。当伊领受的时，回应的时，祝福就临到。当伊搁咧挣扎的时阵，但是当伊回应的时，迄个祝福就临到伫伊身上。最后，咱看伫生命内面，毋是只有互咱感觉真写，还是真影。最后，这一切拢会变做是生命的真实。伫回应当中来学习安怎来顺服。最后经文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37到38节，圣经咧讲，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的身上来实现。”所以当天使出现，佮甲玛利亚讲遮多的话以后，玛利亚最后做的选择，伊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你的话伫我的身上来实现。”当玛利亚讲：“愿主你的话”，伊华语翻做叫做“情愿情愿”。伫原文的意思是讲喜悦、真欢喜，代表伊的内心是甘心乐意、愿意回应着这款出现伫伊生命，伊无想象到的这个真实，伊愿意回应讲啊，好，我欢喜、甘心乐意来接受这项代志。非常出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，伊讲玛利亚怀孕生囝这项代志有3个非常大的神业。第一项代志是上帝请做人来到这个世间；第二项代志是一个在小女会当怀孕来生囝；第三项代志，伊讲是玛利亚竟然会当相信，然后顺服伫上帝的旨意。马丁路德讲，
这件代志有3个新嘢。特别讲第3项，伊讲玛利亚竟然会当因为安尼来相信，然后来顺服。当玛利亚面对伊生命这个非常大的真实的时，伊所做的是：主啊，愿你的话伫我的心上来实现。伊的回应为一开始的惊吓，变做伊的回应变做是顺服伫上帝的心意。其实咱常常嘛拢会听到一句话讲，顺服就会得到福气嘛。咱常拢会听到这句话讲，顺服就蒙福。但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愿意顺服的关键在于愿意尊重、愿意去尊敬，而且佫爱加上有爱、有疼的心。为什么囡仔会愿意顺从爸母？为什么愿意会顺服爸母？当一个囡仔愿意顺服爸母，绝对毋是因为爸爸妈妈甲拍，爸爸妈妈甲骂，迄个绝对袂毋是顺服，迄是毋甘愿尔。当一个人若愿意顺服的时，是因为我对你非常的尊敬，我愿意尊重你，而且我非常的疼你，我愿意疼惜你，所以我愿意顺服伫你的内。所以咱看见玛利亚的回应，伊愿意尊重你看，伊讲。主啊，求你的话实现伫我的心上。主啊，我愿意尊重你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你。主啊，我愿意将你的计划实现伫我的心上。主啊，我嘛愿意听你。求主用你的稳定的赏赐伫我的生命内。咱看见玛利亚的顺服，不只是一个伊话语所讲的，嘛代表伊的内心，伊对上帝的疼，伊对上帝的尊重。咱看伫旧约内面，其实有侪人拢互上帝来竞选，拢互上帝来使用。咱看见伫旧约内面的扫罗王，伊原本嘛是上帝所竞选的，要成做以色列国的国王。原本伊一开始嘛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，嘛听先知撒母耳的话。但是当有一天伊要出去和人相争的时，伊无等撒母耳来到，伊就家己先献祭。所以当撒母耳来到的时阵，撒母耳对扫罗讲：“你哪会遐糊涂？你无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爱你手的诫命。”当扫罗伊无愿意顺服伫这个先知，无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带领，咱看见后壁的结果是啥？扫罗伊原本做王的这个权利，就互上帝来摕走，大必就该取代。但是咱今仔看的玛利亚，赶快嘛有上帝竞选啊！但是伊的回应是啥？虽望这项代志对伊来讲真正是互伊足惊吓，伊嘛可能毋知要安怎做。但是伊所做的代志是主啊，我愿意。主啊，虽望这可能超出我的理解，超出我生命原本所计划的代志，但是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主你来带领，我顺服伫你的计划内面。虽然为玛利亚所回答3句话内面嘛看见，伊知影家己的身份，伊讲我是主的女婢。伊知我是主的女婢，伊嘛知我顺服伫主的带领，主啊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我来行。最后伊嘛讲，主啊，愿意成做你的器皿，将这一切来成就伫我的心，伫我的生命内面。所以玛利亚伊选择伫怀疑当中，伊选择相信。伊的生命的挣扎内面，伊选择了顺服。伊困难内面，伊继续掠调这个应允，成做一个得到祝福的人，也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。后壁圣经咱今无读到的，伫路加福音第1章45节，伊后来描述玛利亚讲，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气的。咱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愿意相信的人，就得到这款的福气；愿意顺服，也愿意回应的人。愿意相信的人，就得到这款的福气。我想伫咱的生命中，拢有无共款的烦恼，拢有无共款互咱着惊的代志。我拄仔所讲，可能是咱的健康、咱的经济、咱的家庭、咱的事业、咱的囡仔，咱侪原本所安排、所计划的，想要照原本咱所一切的计划来行。但是总是有无共款的意外，
总是有无共款的珍惜，无共款的礼物来。但是咱生命当中无共款的烦恼、惊吓，上帝拢知。希望这个代志有原伫咧，但是无啥物是上帝无法度通成就的。希望这个代志有原伫咧，但是无啥物是上帝无法度成就的。今仔是大港节的第4周，嘛是伫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啊。咱看见台顶已经点到第4支的蜡烛，第4支的蜡烛代表的意义就是仁爱。互耶稣这个永无停止的爱来充满着咱，也互这个为着疼来降生的耶稣，成做咱生命上大的珍视，互咱成做咱生命当中上欢喜的一件代志。嘛，咱每一个人嘛会当亲像玛利亚共款，来讲出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伫我的身上。虽讲这个可能和我所想象的无共，但是主啊，求你的旨意也成就伫我的生命。因为咱清楚知，拄仔圣经嘛看到，若是出自上帝的话，无一句是无带能力的。只要咱愿意回应伊放伫咱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代志，互伊的话来成就，咱嘛过咱就会看见咱的生命，毋是只有惊吓，只有征战尔，是会带着耶稣为爱、为着疼降生，放伫咱生命迄个上大的喜乐，迄个上大的平安。望上帝帮助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主啊，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头前来祈祷。主啊，透过玛利亚的故事，我嘛搁一摆来思考阮的生命。确实，阮的生命内面有侪侪的征战，有侪侪的挑战，甚至有侪侪是阮无愿意去做的。可能是伫阮四周围发生的代志，但嘛有可能是主你对阮所讲的话。但是主啊，求你互阮有信心，嘛有勇气，通回应讲主啊，愿你的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生命中。因为主阮知，若是出伫你的话，无一句话是无带能力的。求主你的能力，求主你的恩典，搁一摆降落伫阮的生命。特别伫这个圣诞节期的时阵，求主将你这个降生的好消息，搁一摆放伫阮的内心，互阮通真正感受到耶稣基督伫阮生命所做一切美好的恩典，一切美好带来的平安。搁一摆，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主的手中，求主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